家父做了千年呀的，就是万的也可怨气，被寒心之罪，谁所成嘞？难道路可追？这孤独嫂嫂，可是这样一个嫂嫂，怎么容得下我呢？嫂嫂，姑娘，你安稳点好不好啊？我这里这一上水，两只脚，就这么不愿意。你要知道，这里可是你姑姑的家，又不是强夫的大婚哟。嫂嫂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？姑娘，这谁要怪你自己呀？你的家也当了几年的丫头，难道你还不知道主子的脸？他虽然讨厌你，哎，可也不是喜欢你吗？你应该要好好谋人上对，讨主子的欢心。不过现在看啊，弄得大家讨厌，上面生气。现在把你从病中赶出来，喜不喜，活不活，这都是你自己找的，能怨谁来？娘，妈妈，早已上西天去了。这是你倒霉的嫂嫂。那如此当年的是谁？你自己去找。嫂嫂。还
我
家不放松，心不好比，定要陪着成龙去，真经的与世报应，与我这里可是你姑姑的家，又不是强夫的大官员。嫂嫂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？娘，这谁要为你死去呀？你的家也当了几年的丫头，难道你还不知道主子的脸？他虽然讨厌你，哎，我也不是喜欢你吗？你应该要好好奉承上对，讨主子欢心。不信我看啊，弄得哪家大爷上面生气。现在把你从病中赶出来，喜不喜我吧我？这都是你死去造的，能怨谁呢？娘，妈妈早已上西天去了，这有你倒霉的嫂嫂。那如此当年的是谁？你死去祈祷。嫂嫂。
定先不办法，早晨把你去为元真我们万好子，万语什么苦于生命？我不过是爱人。嫂嫂，嫂嫂，我困了，请我有点早哈。媳妇，你真命苦，为什么生长在这样的人间？十岁死了母，被姑姑卖进家府，做了7年丫头。结果是换了一颗元气，被狠心之子谁说出来？难道